后来继续来看台中市刑警大队的侦大队长林明祖涉嫌甲九州跋筊集团收钱收4000多万，然后甲警方侦查的进度泄露给对方。九州集团的总裁陈正国早起第一届出庭，伊无承认伊有牵涉到跋筊、洗钱、甲组织犯罪等等的罪行，而且质疑着检察官用不实的证据、甲指控、甲非法收押。伊甚至拍断到律师的发言，情绪是真无稳定。挂手铐卡了，伊是九州跋筊集团总裁陈正国。平常时无公开活动，交朋友嘛真谨慎，所以真罕有人看过伊。如实报道。陈正国头一摆开庭，表情是真紧张。开庭了后，伊一日开喙就是拢无承认涉嫌跋筊洗钱、组织犯罪条例含贪污治罪条例污洗部分。陈正国讲，家己毋是九州集团的经营者，只是旗下上国投资开发公司的股东。嘛，敢若知影上国公司投资公国公司，透过公国公司和维权公司合作，设计跋筊网站。若维权公司负责人就是池培清，这嘛是伊和池培清头一摆见面。陈正国讲，伫咧接报12年11月食饭时，第一摆和林明祖见面。当时敢若知影林明祖是警察，毋知伊就是台中市的刑大队长。因为单纯交朋友送伊威士忌和茶米，对检方指控经营跋筊网站和第三方支付平台，陈正国拢无申请，以至于检方拢乱数指控，甲拘押起来。陈正国佮影响律师发言，讲我第一未讲煞，情绪是真激动。不实报道是有觉得什么不实吗？程序正义的部分。九州集团跋筊案含高阶警官林明怎么牵涉，佮甲集团总裁陈正国定向我知，因拢从压到即阵，嘛拢伫咧法庭强调家己清白。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